好，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彰化县环保局针对着烧稻草的热点，出动着空吸机来加强查缉。为今年1月到10月，环保局已经开出着82张罚单了。空吸机飞到相关的所在，对下骹监控锁定违法行为。农民咧烧稻果，火烧啊真美，有白烟和臭灰大味，造成空气污染。像安尼看过，天顶拢变铺色，这种伫室外烧稻草、稻果的行为已经违法。以前拢烧掉啦，即马吼也袂杀的啊。环保局有空拍着，所以你无法度好烧。中部地区二期稻作进入收割期，未少农民拢会烧稻草，不过会有大量的二氧化碳造成空气品质恶化。彰化县环保局科技执法，用空吸机连线咧查，到今年10月为止，已经开出82张罚单。烧掉上好，烧草烧掉上好。你像这期要种菜嘛，是拢爱收草收起来，伊才种会起来。你若甲切掉像安尼落去种吼，伊会无啥要起来。彰化在地农民认为，爱烧稻草才会使互土壤的酸碱达平衡，种出更较好的农作物。环保局讲，农民会使透过再利用的方式处理，避免用烧的。其实经过腐化菌的使用，在过去的使用经验也可以一定的减少肥料的使用，然后提高整个作物的一个产量，它都有相当大一个效果，而且也减少空气污染的一个产生。包括直接把稻果带起来，利用孵化菌来代替用烧的。环保局呼吁烧稻草上重会使罚10万，罚钱是小可代志，不过都惊会造成环境破坏、空气污染，都不是罚钱就会当解决的。